抽中咗啦！達克羅伊勁，希神玩 PTCG，耶！早晚安，歡迎翻嚟 Bing Production。今日我哋要嚟打 TCG Pocket， 咁啊，因為我抽中咗達克羅伊版本最強嘅一隻 EX， 即刻上網抄一副 deck list， 跟住打嚟睇下，打完再同大家分享下呢條嘢點樣玩。Let's go！咁啊，就我理解咧，佢行自爆磁怪呢個族就係有兩種屬性嘅打手之餘啦，咁可以透過達克羅伊佢嘅特性貼能量俾佢自己去令到對手戰鬥場減20血，然之後去補翻自爆磁怪110攻嘅嗰個傷害，同埋因為自爆磁怪佢可以自己照顧到自己啊嘛，即係佢可以透過自己嘅特性去插翻電 N 俾佢自己咁啊。同達克羅伊要插 N 嘅嗰個需求就啱啱好可以 match 到啦，就唔使兩個都喺度爭能量。